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6年1月18號星期日，沙田草地 A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355。4班1200米，3號馬士登，尾130磅，12檔起步，出閘在馬群後而入內欄，最後300到250米處未能望空，最後100仲輸好多個馬位，有追勢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59，4班1400米，6號馬捷威，尾127磅，5檔起步，尾34入直路，300米處至150米處望空唔到，最後100有追勢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